是由讲而生，所以人讲，咱讲的话爱听了欢喜，啊做代志爱做了袂错。所以老师讲上天对每一个众生拢是公平的，拢是大公无私的，拢是寸光不埋的，先得必藏。那么在因言歌为体中，就是讲道理啊，恁如何还了处，你无受天论的制裁。所以恁所讲的不可以言相应，不可以言反应。咱刚才咱语言有哪会当反应？咱讲一句话有哪会改咱的过去？因为有时人讲一支刀开人开会死，但是伊的话会互去死。所以有人讲话较大刀，所以咱会使语言来改变。唔通听风就是雨，听着头啊就讲话，害人的名声，你会做比害人更较严重。所以咱讲语言无术，咱来语言理定，语言行定，以咱的人先讲语言行定。咱若讲正当的话，讲真理，来宣传道亲，咱就是语言行定。所以呢，咱爱知影讲咱的语言形式。最后咱的结论，我想。因为虽然时间长了，但是也无差别这个结论。这就是互我用所讲的条规，第一条到15条拢非常的重要。互我呢，最后就来讲结论。选择玉石文化出师的，遵守规律行的，标准规律为理行。嘛，就是讲一人一文，咱要选36448000个，善恶好歹，就是由此来分归嘛。玉石文化，在这个地中期的时阵啊，咱来遵守法规，遵守着这个礼节，遵守着这个咱15条法规，莫用15条法规，就是只要是咱道中所定的礼节、所定的规矩，咱若去甲遵守，那安尼呢实践来守，咱这个光菜饭回到理行，见无见。这呢就是我以前所讲的15条法规。这嘛就是咱姓名先不所讲的，就是咱这龚老师的主语，只是互较加一些随意。所以在因所讲的内容，还是在这点外钟的时间，互我所讲，然后去甲伊冒犯着，还是讲了不对，希望咱随前互较纠正，甲互较
较最大的盼望。最后，我祝咱注意一下大家，安怎？身体健康，性欢平平哦。以往的讲师就讲性欢，安怎？性欢如意，我还讲性欢平平。咱是会爱做，换的嘛爱做，因为你换的若做，做愈侪钱，赚愈侪，才有法度过身体对吧？所以我叫咱注意身体健康，性欢平平，道路安定，谢谢。
哦，这解说当中就是讲什么？咱这特性，啊，这就是哪？这就是有时啊对咱的助理、领导、甲副领导、甲各位组长、甲各位职业人才，无用心的叫。是安怎讲无用心的叫？因为都叫人无多，我这边落来这人出来物尔，出来新的，始终无人在叫。啊，必须较成熟嘛是这个人。对，啊，这个人今日做新上班，人你讲讲，是要培养一个较新的热情，和新的热情来听班。啊，有新的听班的当中，毕竟新的拢无人老师来调，拄好一个我有咱教授加班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款的物件就是讲，这叫做哪呢？这叫做固定的形式、固定的形式性的物件。啊，这个一年安尼，一班啊、两班啊、三班啊安尼，搁后日啊10年、20年，我就不是安尼。所以变成一个形式性的物件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讲，咱对咱的助理，哦。啊，到咱下个干部之后，这个物件一定爱哪来继续出新。因为安怎讲，咱有一个征战班，啊，征战班就是班，征战班就是咱第五个参考的上班叫征战班。啊，咱这个月9月7日，哦，本来征战班嘛吼，啊，拢伫咱学校也咧开个班厝，啊，即个老师可能吼，身体较袂堪一啦吼。讲吼，啊一爬啊爬去到个什么3楼顶吼，爬到平喘吼，啊爬袂啥到啦，啊无啥力气吼。搁一个问题，讲哦，咱的医药歹济吼，啊一个医生袂行，讲咱想着想到伤好命啦吼。啊去泰国拢坐个医啊，真正咱吼去到迄个哪咧？去到迄个什么老千人遐，哦道光寺吼。哦，德普沙，拢一医院是咱的第一个医院，讲一条爱一路工，讲一条啊一路工哦。咱收到，咱人咧讲讲的啦，全世界收入啦吼，应该是咱新闻所有性的，伊也是较上爽啦。全世界哦，我有一个讲的时阵啊，咱爱是全世界，是咱的时阵啊，伊也是一个上爽啦。当然，互咱人一个爽的毛病，变成形成一种哪呢？习惯。我无真正的以后我来承担。哦，啊，这是因为毕竟，哦，敢讲咱无法度去改变这个物件。哦，啊，若是一个较帮爱伊个无法度，我无真正我讲是这个，毕竟咱无法度提升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当然啊，咱得着尽量要来较舒服，这是一个重点。但是咱一定爱袂使低调。如果今日咱是这个遮好环境的医院，后期啦，咱若来个先拿名单就开。无这个医行机，你不能为人民单的这，咱这个我要坐3摆4两工，你这以后搞多，啊无你他们换的是我有些问题你老我一个，难道有可能？迄就无可能，啊无可能就是安怎？就是你家己改变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今日想办法啦吼，是因为咧改变咱自己，在咱身心上要提升，唔通因为听班。哦，比如讲玩啦吼，爱伊个时阵啊，这以爱问题啦吼，内底爱听到爱听，这是绝对不对的，这是要当作提升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吼即处决定，因为离咱中央，咱学校个人迄个所在遐啦吼，当然环境，迄个也袂当说咱硬听咱这啥好势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学校决定啊，做一个展啦吼，开了迄个检讨会，我宣布了。以后未来这个征战班，哦啊，大小班处，拢伫咱人家啦，吼，拢这个所在。但是我希望讲，已经选的这个所在，咱遐个爱听的一会，哦，爱坐伫海，伊个全部都做较请。因为这样子，你咱大家无理由嘛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当中就是讲，咱会当经叫一个人来听班，哦，因为叫来当中，比如拢差不多咱。爱上差不多500个情况，像伊人差不多到我算他100个，这个嘛不错啦吼。啊，这个7月、9月7日，咱的征战班，咱大家会记住，咱的助理甲咱的领导、副领导，以及咱组长，在咱做联络。哦，啊联络就是讲，咱今日就出来听，这届啊，咱新娘组长的书吼，啊，伊来负责啊，这届征战班的教育。啊，所以呢。咱征战班当然是种情况以上的啦吼，这是讲，啊，咱会当中啦吼，尽量把咱情况以上的把它创出来，这是咱学校伫这个所在啊
顺便做一个交代啦吼。最后这份各位来申请，是那个方举手。喂喂。一起一般项目单位形成之后，全到